发生伫顶个月20号，屏东东港一个渔船稳平号，一个菲律宾的渔工压倒台人劫船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海巡署特勤队2月23为台湾出发，经过7天，总算伫3月初2台湾时间暗时10点到印度洋顶就船，成功来制服这个凶手，夺回渔船的主控权。13天后会当来到台湾，会甲嫌犯押到高雄侦办。这只屏东东港一个渔船稳平号1月24为高雄港要去印度洋掠青仔鱼，伫2月20透早发生海上的命案，有一个菲律宾籍的渔工甲港国的渔工起冤家，掠倒抬4人了，搁劫船，逼所有人跳海，造成2死2重伤。台湾一个船长、轮机长甲观察员嘛被关起来，船长精神真紧张危险，海巡署、渔业署甲外交部联合去救人。海巡署派出一款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，兵分2路去印度洋救人。其中一路是由询问8号船搭载4名的特警人员及本属的刑事侦访人员，另外呢有3位的特警人员是坐飞机到斯里兰卡之后转搭台湾籍的渔船，首先率先抵达稳平号的案发地点。头一批特勤人员伫3月7日到位登船，成功制服船顶菲律宾籍的凶嫌，夺回稳平号的主控权。海巡署顺河8号伫3月3甲稳平号会合，将凶嫌转押到顺河8号顶面监管。估计13天行程，将伫4月7就使将嫌犯押解回高雄侦办。